偏旁，叫做简称啊，解说就变成说哦那个病部的那个字，事实上是疾病的病的那个偏旁。哦，病，所以那个字本来就不念病，但事实上是生病了才会靠在墙上。所以是，如果是一点一横长一撇到哪一个，就这样，没有那两点，那就不是念床喽，念什么？眼吧，应该我不知道。答对，哪？就是眼部，很好。现在1秒变敌人，你们4个，再好的同学到这里没办法。自由发挥，希望你们今天一鼓作气呢，能够撑到最后，好不好？看谁是今天的本猪本猪。今天就给你们一个“气”这个字，空气的“气”，请写出跟这个字形成词语的字，依照教育部重编国语词典修订本收录的字为标准。待会儿呢，任何人写的这个字，可以放在第1个字或放在第